源回收厂的角落火花四溅，老板郑秉和带着焊枪，正在帮铁块变脸。别人不要的破铜烂铁、螺丝钉、排气管、锅碗瓢盆，全部派得上用场。其实也没有什么灵感，就是给它组合凑合凑。2年前，响应环保局为资源回收做形象改造，郑秉和突发奇想，拼凑出机器人，每一尊仿佛都有着鲜明性格。你看看远一点看，有点像锅。郭子乾啊，那个锅斗。各种废五金在郑秉和手里马上有了新生命。累积至今创作100多个机器人，像个小型部队，还常常外出旅行，在美术馆和学校展览。装置艺术是不敢的，那就是说可能会做一些比较能够感动小朋友的啦，也学到一些感恩的心啦。谦虚说着不敢自诩为艺术家，作品却充满童心童趣。驼背老公公、点头弹簧人，都让小朋友爱不释手。你看脚也断了，手也断了，你看看，好可怜啊！就说不要飙车啊！寓教于乐，郑秉和的创意让资源回收衍生更多意义。手艺很好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像绣衣同好，绣衣同好，送衣同好，送衣同好。